这个线太重。其实我已经轮廓已经画好了，我只要，哎，我的，阿菜，我昨天有个铺有没有看到？不见了。这个吗？不是。没有诶。可以给我的一个新的，那我拿这个吧，等会洗好了应该能洗掉。对，现在不太想吃晚饭。这头发。5点我凑到6点整那块。因为云霄今天是主演，他在主演化妆间，是杨老师给他化妆的。对，这个简单点儿。君君没有带杯子，等化完妆再去找一次性杯喝吧。干啥？水。你这补妆也太随意了吧！君君今天不喝咖啡，因为前2天没睡好，不敢喝，我怕我又再睡不好。你不是今天你也不能喝？对，我咖啡现在喝的少。可以呀，16号是我们组吧？你要把盒子出不？好，温柔一点。我对自己脸也这么重。我等杰哥来再画。好，轻点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化妆间哎，我没去过。大麦网上没有16号的票，16号的票应该已经卖完了。好惊讶，对啦。昨天那个夹子你拿了吗？什么夹子？那个插画夹。拿了呀。啊，拿了就好。跟你确认一下，暂时不会眼周海岸，偶尔也会长痘的。我前段时间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一颗一颗的长过来，长了5颗。耳位是什么？耳朵的位置吗？心疼我的脸吧。哎呀，酱油洒了啊！耳高过眉吗？没有啊，眉毛在这里，耳朵在这里，没有高。现在没有了，有一点点痘印，但是因为我铺了粉，你就看不出来。差不多吧，我感觉。今天。所以大地是很重要的，贼白现在对吧？在看直播呀。这是我们徐红。你是不是还没化妆？对，我还没化妆。我去化妆呢，这是你。你要用吗？我底下没打。哦。晚餐先不吃啦，现在也不饿。把我的眼袋遮一下，现在你们看不到，但还是有的。这本不太舒服的啊，是，这是我自己的。现在雌雄莫辨，不至于吧？开个直播教化妆，我如果教戏曲妆，我戏曲妆直播过好多次呀。我已经把衣服换好了。是你铺吗？对呀，我也要去上班了呀。哎呀妈呀，热死了！我在想，我今天那个好的按时睡觉，按时睡觉有点难。怎么可能呢？就这个好。我那演出完精神还挺是的，挺亢奋的，就跟蹦完迪一样。啊，对，其实我已经好久不失眠了，夜我也是。对啊，因为你的心情是在，对，脑子是在回忆。等会儿是演钱塘里，
好的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饭和按时睡觉，我感觉我都做不到，都不行，有点强狗腿。太难了。你好呀，你好。60块别去会吧。哎，我的双眼皮贴呢？晚上打王者，王者我已经1万年没打过了。都卸载了已经。我的那个段位已掉下来了。我也是。我掉了30了。我10有89黄金了吧？我上个赛季掉了30，我给他打到那个星耀4开始。你好呀，藏南林溪的这个小刷子，这个小刷子是这个里面的。那我前段时间上个赛季打了一下下，这个赛季刚打了一下下。不瘦不瘦，我真不瘦。红姐。有理，这是谁呀？久不见。红姐，我今天带发际线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打个很重的侧影了。要不你再接一下。我化妆很糙的，下手很重的。啊，你说发际线粉？我没有。我带了。你这个刷子就没他今天不使。哇，昨天没睡好，今天双眼皮都肿了。淡妆啊，淡妆我也乱来的。这个空调怎么不凉快？对，我就大刀阔斧的来。化妆手法有点男人，他们说我化妆手法有点男人。侧影来一点，侧影，来点侧影。今天演女人吗？对。哎，但其实我还是喜欢演男人。哈哈。打了侧影，脸会立体一点。我也觉得有点违和，我也是，哎，纸巾呢？这里有一包的，你放水才能把纸巾。想看你演渣男，哈哈哈哈！为什么感觉没有侧影？这么黑还感觉没有侧影啊？你借我打一下。哎，我昨天借的谁的纸呢？我的呀，你拿我的好嘞。那个河南。对，骁龙后面是骁龙。哪里改的那个？骁龙是感冒了吗？钱塘里你们还是不要看我了，专心看雨潇吧。我自己也不太适应。又不太行，倒是没感冒。疲劳。好像再来一点哦。今天坚决给你贴成三角。晚上有演出，对啊，晚上有演出。没涂开。嵊州小笼包很好吃，是的，嵊州我喜欢吃嵊州豆腐包。我喜欢吃干豆角。看我，喜欢吃糟肉。不要看我，钱塘里。我喜欢吃糟猪舌头。钱塘里我不自信的。对吧？糟肉没有糟都好吃。对，我也不自信的。可爱吃了，嵊州糟肉。糟子牛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糟猪肉。对，炒年糕，炒年糕我也觉得很好吃，我爸爸做的很好吃，炒年糕。我做的也不差。对对对，你做的也不差。对，杰哥做的炒年糕也好吃，我做的也不错。你做的，我反正没吃到。没吃过吗？因为你没跟我一起住。哼。好了吧，铺粉了吧？这个我感觉不够黏，还不够，太少了。那我觉得是不是要细取的？那你给我用一下好吧？这个淡一点的，这个。好的。有没有刷？
我们杰哥让我用戏曲的，就是这个觉得我侧音，但不够一点，我使劲往上打。那今天会要不要用一下我这个？那开心吗？你听好了吗？我挺好的。你拿手菜是什么？我拿手菜是嵊州炸面，对，这是我的拿手菜。好的好的，轻一点，我对我的下手有点粗暴，对自己。还好啦。我是操。像我们这种卸妆速度，一天就要几斤。那你这样不就很自然？炸面，对我们嵊州有个特色叫炸面，年糕啊炸面，对，跟米线很像。不要给我饭。哪位是男士的粉？男士的呢？这儿。 Thank you，卡萨哈米达。哇，好美呀！很久没回去了。中嵊州式的。很久没有回去了。这里是不是要大一点点？我不近视的，眼睛除了有干眼症，近视是一点都不近视的。真好。你有干眼症又近视吗？我他，也是。你也是，你是吗？你干眼症不止干眼症吧？我感觉你近视，近视。但是你对。干眼症。散光。哎，我还远视。那我没有远啊，你近视跟远视同时的。一只远视，一只近视。我终于找到有跟我一样远视的朋友了。对呀，一只远，一只近，很奇怪。远视是怎么？只要远的才能看到。哦，我觉得我老了可能会老花，因为我没有近视。啊，那你眼睛怎么办？两个对焦对不上的。对。矫正完了。为什么对焦对不上？一个远视，一个近视呀。那你已经矫正好了，那就不算。是不是说就是不近视的人以后就会老花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近视的人也会老花的。只是他们说你近视度数如果很高的话，老花的几率会低一点。哦。那大家都会老花还是？不管你近不近视，对吧？那个鼻子的提亮你们提不提？我要提的呀。那你给我提一点嘛。那我是白的，那这么白的？就是白色的，因为我底黑呀。现在好多小朋友是戴眼镜的。对的。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吗？干眼症，我干眼症犯的时候很难受的，我就出门根本就睁不开。如果有风的话，有光的话就很难受。然后我就不停的滴眼药水，然后也去过医院做过那种睁眼的治疗。是我底太白了吗？我感觉你这个给我更黑了，拿走。天哪，你用的白色呗。那个白色嘛太白了。不会的，你这个肯定也差不多。哦，有一点。哎呦，我这个痘怎么底色怎么盖都盖不上去？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这个底太薄了。这个底很薄。我干眼症的时候，有时候如果没有眼药水的话，我就不停的打哈欠，让自己有点眼泪。最烦的化了西装还没法滴眼药水哦。我要晕一脸。不是，我今天自己也带了，那戏曲的没打开，然后蹭他们的，因为自己生活的太自然了，不够重。君君化妆因为什么吃就部分。这是生活妆吗？不是。我感觉这个妆眼线一画，眉毛一画，好的。我觉得我在这里画。君今天晚上演女的。我上次是挖眉回来的。像。哦。肯定没有那个肖龙像。我没有戴美瞳，但是我一只眼睛贴了双眼皮贴，一只眼睛没贴。肖龙很执着于他的古铜色的肌肤。我也是啊，我觉得是的，纪梵希的粉。这个显对。好的，亚妹叫你。好了，刚好给我。盖子也还给我呀。不还。我要夹着音了。没夹住。我在想，我那个双眼皮还是要给自己画大一点，画大一点。
还是要画大的，台上还是大的好看，因为云霄可以给它很大的。对对对，你画啥呀？我找那个双眼皮贴，就那个很宽的那个双眼皮贴在哪儿呢？哎，很宽的那个双眼皮贴呢？很宽的那个。哎呀！哎，我很宽那个双眼皮贴呢？找啥呀？这个吗？哦，对。来，我给你搭个麦。很早6:14你结束了真的。宽的双眼皮。干这也干了1个小时。哦，这可以出去找个咖啡店坐一会儿。我又开始贴双眼皮贴了。最艰难的时刻。天呐，这个底真的好好啊！你看，我这两边对比，是吧？很T。这真的好好。生活中，对，生活中是太T了，但是也好的，我感觉。我再贴个双眼皮贴啊！看到你们都贴欧式大双，我也贴一个。就是要这么大的。我太大了吧？眼睛都被压小了。还好啦，还可以。眼线一画就大。这只眼睛压小了。对，就是大了一点。没贴起来。我最讨厌贴的就是双眼皮，再重新撕一个。两个眼睛贴对称。嗯。很少有几率是贴的对称的，我只能靠眼线完。贴倒是能贴对称。得贴很久。哎，就是眼皮就很难受。很什么？你现在在跟我对话吗？没有，我在看他们。我也是很难贴。我现在已经有点习惯了我的内双。你这还叫内双？你让我们怎么活？我一只外双，一只内双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没有像昨天那样贴得起来呢？你们等等我啊，我去贴个双眼皮贴。俺的笔，什么笔啊？那刷。哎呀！我的眼线特别嘛。没贴好。他们说化妆化的很T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很T，就皮肤很T是吗？对呀，就妆很服帖。对呀，很细腻的一就像妈妈生的一样。我在与我的双眼皮对战。决战。奇怪了。你这架势真的有决战那味儿。很难贴了。我们这种四区双眼皮得了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粘性不够啊？粘性够啊，很够啊。哎，谢老师好。像谁有的多吗？没有呢。没有拿钱而已。哎，青青好像有哎。我看一下。但是他不在这个化妆间，就是。是今天晚上吗？7月5号。对。 6号。 7月6号嘞。今天是6号。假名了，过期了。哇，记不起来。啊，下次要不去问一下青青吧。啊，他在有一个化妆间。我觉得一定是我今天眼睛比昨天肿。就是你这边走，然后左转过去。没有，我刚才问过，是谁有多余的穿满了，没人想。那可能他给别人了，可能没有了。啊？你这个眉毛挺浓密，挺茂盛的，这样子都。哦，这只好了，那只还没好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一只好了，一只还没好。一排贴完了。这个。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粘性不够。不是一开始会不够，然后但是后面贴好了之后，它会撕的时候就很黏了。这样的。嗯。我经常到后面就会掉下来。哎呦。啊，在这。不是你不捏是因为你脸上有粉，你把那个粉去掉。好了，贴起来了，我要成功了。勉强吧，两只差不多吧。
我一化妆，对贴双眼皮的剧情就停不了。我本来是一只，我本来眼睛是2只内双，后来长着长着，它另外一只眼皮松了，变成了1只外双，1只内双，然后现在把它2只贴成一样。我怕今天肖文姐看见我就笑，我都画的也不怕的女要跟他人。眼神交流，深情对视。人家会觉得我是你的新晋老公。我是女的，旗袍下来女的。哦，那怎么会有对视呢？双眼皮贴我乱用的。可能你的妆太难了，然后就穿旗袍，有可能。然后他就忍不住觉得你其实很混搭。画一下眼影。好像你在看什么啊？我还看过啊？宝石之国。哦。你动漫看得多吗？以前看的比较多，黑执事有看吗？看了。他第3部要上了，帅死了！他们找到了共鸣。因为我看他在看动漫。动漫。哎呀，我打不过你，信不信我亲死你？动漫。你们当心我拿夹子一恶心死你们！亲不过来，他们这么动梦。有可能看到蔡明的第一反应是动动漫。我没说。哎，我笑死了，笑可是我死了。真的，你以前好像吸血鬼，你的嘴巴只有里面是红的。动物。这个。我吧。看，啊，不要动，画眼影的。真的姐姐好可爱。蔡明姐姐的动漫比较好看。过了翻篇了好吗？动物。哎，你们好过分啊！刚刚发生了什么？看你刚说什么话？让我吧，我没听到。让啊？没有让啊。刚刚蔡明姐姐说动漫呀，没听到吗？人家有小拳这个反差有点大，明姐。我想恶心死他，但是我发现他不吃这一套。对，这么多年。习惯了是吗？麻木了是吗？哇，啊，我的形象没了，陪我，你陪我。主要是他把直播出去了。哎，你这样菜菜要不要你了？那还是不会的。那还然后一看全那个化妆间的人都对，太过分了，你们这帮。丑笑。哎，我的淑女形象没了。今天不是有这种形象。金红，给我点面子。感觉这只贴的自然一点，这只大了点。你在我心里是女神的形象，不是淑女的形象。救不回来了好吗？你说汉子的形象我还能接受一点。说女的你有点假的。也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此时此刻。女神也有好几种的吗？3加2。要画中了。谢谢啊。那时候还不太熟。谢谢啊，咱们不要变成我的表彰大会好吗？好。我们把焦点都放到蔡明姐身上。不要。人还开着直播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内双，对，我是内双。我好了。自从我的剪刀被拿走了以后，就买了一把新剪刀。菜菜是再面子都没有。然后打算上面贴几个。我又被拿走。记好。啊？贴2个记号，然后拿走。你有个死了，我说。太过分了。
丽呀，我是小白花的纯丽君。没有带美瞳啊，我估计是这个滤镜啊什么的，是不是会有点美瞳的效果？我眼睛一般的，很一般。感觉这个监听器平常讲话我们都能听到。有吗？对，就是很轻。君今天演，君今天演环卫公园。因为你说我。哎呀，忘记打阴影了，扫了。环卫工怎么想出来？我那件衣服呗。其实那件衣服不像环卫工的。像消防员。不如像美国老片里的。哎，我今天这个唇色配上这个底色，好像吸血鬼啊！哼，眼睛大了一号吧？你眼睛本来就大。好假的话。你再说一遍，我真心夸你呢。我不信。左边我还没画呢。好啦，我要听了一个的小睫毛啦。哎，杰哥，我刚才昨天修的那个粉色的可以用了吗？可以用了呀。哦。你过来用一下呗。好。菜菜进入了你的直播间。进了我的直播间吗？好的，菜菜。菜菜，你是我的忠实的菜菜。忠实不是忠实。是忠实，不是忠实。刚才你自己普通话不准，你也不准。我也不准，对，我也不准。睫毛，你这睫毛起码要贴好久呢。整开的，我贴过的。没有。我今天算了，不贴了。啊，你那个是长，那个是一坨一坨的。对，你这个跟我那个不一样，我是一根一根。一根一根的那个我嫌太了，但是那个很确实好看，确实自然。你那个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一根一根的。哦。但是我都用完了，一根一根慢呀，慢你摸出息。但是那个一根。君看看脸吧，你等我把这只眼睛画好，我再来。哪里稀释了补几根回家，我是这样的，就补的屎。太慢了，我刚刚贴了起码有20分钟吧。那是要半小时吧？是的，贴了20分钟。我感觉这边的底被我摁掉了。不出去开皮鞋浪费。看，这个妆哦，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。真的没有违和感。去哪儿？除了肤色黑那个。但是出去他们会觉得你妆有点浓。稍微有一点，就是叶片妆。我昨天在电梯里就听到一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说，这个女的妆好浓。笑错了，你在演出。我还想说，我人还在现场。我也不知道。一个突然变成恶魔在这里。
那我还是一个正常的妆啊。就比较尴尬的是，我还在现场，我在想我是说话呢还是不说话。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那我在电梯里，那个是货梯比较长的一个货梯，那两小夫妻躲在那个角落，我在电梯这边，然后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说，这个女的妆好浓。然后我很想说，我听得到。那是我刚演出完，笑死我。就当着你面说的是吧？没有当着我面，他们俩在说悄悄话。哦。就这悄悄话呢，让这个耳背的人听见。耳背的人。电梯有点小啊，你说的轻也听得到。它长。长。货梯嘛，那个货梯。长也不管用。对。反正那个同个空间嘛，密室的空间，密闭的。我都不敢回头，我都不知道是我怕我自己尴尬，还是怕对方尴尬。是的，这个女的就是还是他小眼，这只大这只小是吧？我现在还不饿，你多吃点儿啊。下面几个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了啊，我说过了。你饿了？嗯。那你去洗葡萄吃。你饿了，那你去洗葡萄怎么样？对呀。我回味了一下。我只有葡萄。葡萄不是越吃越饿吗？甜的会刺激的。因为它是那个胃酸。哦，那你饿着吧。亲闺蜜啊！我以为听节目说还有什么好吃的呢。要不来点红色的？你今天带自己的那个了吗？啊，那给我扫一下。对呀。你让我饿着吧。就是你们啊，你拿个杯子过来很多，我妈有时候过来就是好用的化妆品啊！我开始拿个什么笔来？来，快！你看，我贴了一段。挺好自然的，你这样。有啊有啊，这个特别淡，那个特别浓。那个我要把自己画成男的。但是在身上还是夸张，还是看得出来。我就是因为上次生活中我觉得太夸张了，我就给他用来舞台上。对，舞台上是属于自然。生活中还是打算买这个更多的。哎，你不是有2盘的吗？你今天只带了1盘。要求还多起来。我是觉得这样方便一点，一盘为一盘。哎呀，那我感觉重了。挺好，是女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不要慌，买了再用掉。要相信你老婆。你感觉要打雷了，哪个渣男又在发誓？如演出开始还有1小时就备了，演出开始还有1小时之内。哦，那我太早。哎，你的眼线笔借我试试，我有。哦，我这个没颜色了。我们姐唱的好好听。哎，我就昨天啦，就翻译你的那个。什么？眼线笔。我虽然不听书了，但是我看了他的故事，我觉得不知道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是的。他老公多次出轨，遇人不淑。然后他居然
多次试过了9次啊，19次还是9次？好像是9次吧。那好苦啊！脚嘛还腿嘛还先天残疾。对呀、然后他是一条腿支撑全身的重量。对。然后哇，那他跳舞很厉害。嗯。是啊，很厉害，他完全没看出来他是那个在用一条腿支撑，蛮努力。这不是光靠努力，还要毅力。对。哎，信力不长，毅力。那你，哎，要不要吃一口面？不吃，我怕气泡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。我这把好像打太黑了。不黑。真的吗？到台上不会黑的。嗯。我今天演完我就可以你把它散到这边来一点嘛，对对对，带到一点嘛。对对对。有海鲜味。也没说不能吧，但是没人闻。我觉得是半夜点这个洗下喝2口就不喝。可以画，为什么要闻？喝2口就不喝。可以画，为什么要闻？喝2口就不喝。可以画，为什么要闻？然后阿菜说：“我现在还在主播有事情离开，我就回来一下。”这个头发不够蓬啊，就是量太少。怎么办吧？要不我也去卷一下，夹一下。还好啦，其实。是吗？现在好像唱民歌。这个饭是。都这样的，夹过的头发都这样蓬起来的。嗯。对对对，我回来了也马上要下了，我就是刚才没电了，来回来，就然后阿菜说，对对对，回来说个再见。阿菜说我还在播，我就。好的，你是2群的哆啦 A 梦，我看见了。对，还有半小时。你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毛病啊！他好可爱的，闷闷的笑在那里。
谁笑了半天？你哦，伴随着我那个鼻音。小丽君，哎，进来，走，欢迎进来，没有人现在。送你花。谢谢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里面有份卡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但是上面没有写名字啊。我敢送给他的，我好送给他的。你看，但没有写名字。我不要那个，后面应该有。欢迎进来。真的没有。真的有。那我就知道。谢谢。不要谢我，谢谢你的时候你再谢我。那我等你啊。眉眼开的人都不一样了，可能是的，人都不一样了，眉眼可能。哎呦。嗯，整个眼睛都挑起来了。耶，救命！我头真的太小了。发卡，你那里有发卡的？我发卡足够了。对，你昨天那些发卡呢？卡头卡回去了呀。嗨，再塞点，昨天你赚了很多的发卡。全往头上塞了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个半头最适合我，所以我就一天到晚扎这个头。你万年不变的这个。对，万年不变。但其实他以前有刘海的时候穿女生。后面哪里后面都能多？我刚才哦，老师，对我这拜拜，再见。对，拜拜，再见。我演出了，拜拜。怎么弄？再见。